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今日福起来嘅首届係一個修整的藝術家，我哋嘅邱秀強、秀強先生來到我現場，伊也嘅數字獎吼實在動聽哦。唔管係我哋五個啦、下工啦，甚至貴嘅雜貨店嘅，睇下數字獎，就可以慢慢地去捏出一個改寫型嘅一個模型。今日邀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我同你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個好做一種模型，同時一種嘅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修整嘅藝術家，我哋邱秀強、秀強先生。秀強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花蓮嘅邱秀強。秀強先生，我哋真是幾久冇見面了吼。係啊，一下時間過很急咯哈。真係時間過，先生都冇咯呢。但是吼，我會發現到講先生嘅作品越來越細，越來越優東西做東西就會咁樣啦吼，一定係經過時間，一定會較要求較啲，啊做較優個較施工地嘅東西。係啊，真的是功夫越來越厲害嘅。我耐心啦，佢講年紀越大哈，年事越大嘅話就耐心越多嘅啦。但是問題係吼，年事越大，人家我講，年做越來越唔好。我想問一下先生，而家做下作品吧，碰太僵冇？是，也係木做很做得。因為可能看數據嘅木做會較夾快，做人嘅細項嘅東西嚇，較唔會對木做有太大嘅傷害啦。觀眾朋友，等可能對電視機前面看唔出來講，到底我哋秀強先生做乜嘅修整藝術品，有一些我哋馬上請我哋先生哪一作品，比方書項，或者比方書上項、書把上項，我幫看看下作品有一些好冇？好。嘅我第幾項嘅嚇，等間大家會看得到就像長菜嘅東西，嘅拍菜，一個就係拍菜，嚇，實際上嘅就實際上拍出來熟悉嘅東西，嚇，比方到書把種都差唔多係按太啲，嚇，也就係也就人講嘅嗰種嘅娃娃菜，嚇，都差唔多太細就係按樣嘅用嘅。太細係啊！嗰時先生講伊唔是用碰太強來做，但是我有時想講啊咩，啲地方嗰種細節嚇，你講貴有嘅地方，真係要用碰太強嚇，能可以看得出來。因為一般我哋講其實先生有幾多作品，數聽我哋新竹府客位啲好客文創人氣嘛嚇，啲地方有幾多，譬如講我哋伊年紙啦，嚇幾多傳統嘅紙店，做乜嘅人即刻會想到講把一道東西變成人作品嘅一個主題。嗰時候係因為我做頭擺嘅，也做嘅花蓮嘅中山路嘅位嘅工坊，拄好見到嘅新竹有隻參訪團到花蓮來了，經過我嘅店，看到我嘅東西，讓一批人啊談嘅時候，拄好見到家愛成立一家嘅好客文學園區，佢想有一隻文書館咁樣嘅東西，都變咗頭擺嘅東西，都看到我嘅東西講，咁嘅東西當藝術盒。所以呢類人啊談，談完以後呢，我就講好嘅，其他的愛嘅東西我要發布做，就咁樣先我哋都帶幾種嘅契約3年嘅時間，搞差唔多30件嘅作品本機，其中因為佢係做新作，所以佢有一些嘅新作嘅片嘅特色，所以佢都要求講佢要做一隻嘅神豬比賽，嚇，嗰一隻就係。城隍爺出巡，可能我就係做新竹很有名嘅嗰種嘅西施嘅，或西米粉嘅廠，基本上要發布做嘛。咁我考慮講，此可能應該冇問題，就咁樣去。咁就為到家頭嘅需要，所以我第一擺去從事做咁嘅東西。先生，這個係哪邊嘅行業啊？我苗栗，苗栗嘅。哦，嗰種家種接到入邊新竹嘅地位，伊啲工作嗰時，其實對你來講，嘛算是要重新去認識嗰位嘅文化。雖然我係行業啦嚇，但是老實講，人對樣嘅較民俗嘅東西嚇，較冇按成業，所以家下會到做下嘅我要趁嘅親自去嘅移民廟嘅邊看佢，因為嘅。當輩唔係跟他做工嘅，一啲要用到嘅竹燈行嘅製品啊，嗰嘢都擺嘅方法啦，我甚至嘅新竹嘅神鳳爺，嗱配備嘅神鳳爺嘅面相嘛，佢都冇共用啊，
所以家就貼片去給佢看了以後做記錄，記錄以後哈，冇那樣嘅東西，你還做唔錯嘅本人是台灣。係啊，冇錯冇錯。所以家就貼片又去做，就去又去先做一道哈，幾下日，再慢慢的做記錄，啊，轉嚟當慢慢的來有啲東西可以做出來。因為比同樣嘅其他嘅作品相比方來嘅話，而家咩樣講，而愛對照啲事情個度，就像頭先講嘅呀。嗰種啊，今日啲嘢嘅地方，可能啊做嘅冇真係冇安尼顯，可能他嘅話因為可能就嘢拍出來，但是你見下嘅上面嘅神柱，無論話等啲神風也唔錯顯，應該一看都看得出來。有樣，因為佢做動作功課，因為佢嘅神柱要頭頂、耳頂嚇，佢連個當背嘅鐵嘅毛也冇強樣，體勢也冇強樣，嗰家嘅要乜嘅陽太神、柱太神嚇，佢就動作一樣嘅做當過嘅東西，個擺嘅方式，佢全部我照件件來樣來去做，因為佢有得幾天咧，人做唔到凊彩做。你像我頭擺人嚟講，我做一隻壇咧，我做一隻店面咧，佢拿個音響，我都得去甲做。但是做嘅樣民俗有實際上嘅東西嘅嚇，就真件愛懂認真去記錄下啦。啊，包括像講誒去做嘅嘛嘅新做嘅洗米粉，洗絲嘅，看就特別都看一隻，可能一隻風景高一點點。但是你去做嘅，你哋講嘅米粉，都做出嚟做嘅洗，做嘅慢慢嘅變較糙，到清糙加嘅莧嘅啊，嘅色木全部冇強樣。啊，個唔能用板型，用嗰種嘅鹽奶去做到按油嘅東西出來，做到像米粉，一看到啲嘅係米粉，嘅鹽咪一係隻口鹽啦，洗絲嘅嘛強樣啊，絲嘅嘛又講都熟好嘅，都開始洗嘅，洗到半乾咧，洗到都係熟起來嘅，嘅莧咧，個包括嘅蛋白洗到係不叫粉咧，嘅全部人做全部那個動認真啊去做出來，冇見哦，嘅女學員一看就會講啊，有啲凊彩做啊，所以佢係一種學習啦。冇錯，有當一做可能按米的色都強樣，好一路塗強樣色下去，但是有時間前前幾日曬嘅，見下曬冇啷熟好嘅，佢色都冇強樣啊，要檢一些啦，吼，冇真係個。要條較拍，要較糊啊，因為你有錯嘅先做嘅，會採啲錯嘅電纜。所以嗰邊人做人嘅，一聽第一看就嚟講，你係凊彩做啊嚇，也認真嘅有做功課，嘅一看就嚟啊，所以家花一段時間在喺上面。係啊，其實你這個做好搞看以後，他個人嘅反應我做起家下，我出家感覺講，我有留嘅東西嘅真實度，我感覺已經起碼有多90%以上啦，所以我依家有信心交俾對方。我交俾對方家，佢就驗數以後，因為冇問題，冇問題家我是側面談到講，一些嘅有啲觀光客可能用反應同好啦。係，因為這是吼嗰種冇幾個親身去參加過嘅啊，吼，你真係有時看相片，冇辦法去想象出當初幾時係樣嘅。我說真的有一點那個模型啊，來看的話其實係最好，但是真的做模型嗰件事情規模重要，但是回到另外一個主題，唔可以利用做一啲模型，把一啲關於創業嘅文化基點全部保留下來一件事情，其實冇簡單。嗰個是因為講 NCC 家還有一個用嚟對人同事嘅嗰種嘅記憶，所以我因為講也係後生嘅。較冇見呢個人家嗰種時候，冇錯。像人頭白嘅雜貨店，也下唔可以復刻出來，也冇頭白嗰種嘅味道。但是人細細家有見呢個啱樣嘅素材，所以做啲老人想到嘅東西，然後佢用啱鹽嘅東西嚟呈現出來，也算一種文化嘅保留。後台人哋講哦，原來頭白嗰種嘅店嘅就係啱樣去，啊。我係因為講，除咗啱嘅地方，有陣時做一隻東西，本人看到，尤其係種差唔多年事嘅嚇，我咩到講啊，頭擺嗰種嘅想法吧嚇，嗰種嘅記憶起來嚇，嘅我會有想去講繼續留啱嘅東西傳承下去
嗰種嘅真正嘅想法嘅理由啦。因為其實人家有嗰度講啊，人哋復古嚇，話復古風、懷舊風，但是你看到啲個啊，嗰度人家演出來嘅，嚇演出來那疊上去嘅嗰種戲，有時都感覺到唔咩人嚟做起來嘅泥土嚇，但是唔可能講完全以前的戲完全重現在人家嘅一啲沙飛地步，但是有時看到嘅模型，安尼細型嘅地步，真係都可以，對一啲細型地步可以看到我哋以前 Q 時一樣嘅。咁像有安尼嘅東西吧，你即個睇有做過哪一條作品啊？像一行啊，差唔多做較 Q 風嘅東西，全部也都做新種啊，加介紹嘅嗰種嘅好客文化元氣啲怪。啊，種頭擺嘅嗰種嘅蘋果色啦，啊頭擺嗰種嘅客家人賣嘅種雞肉也條嘅淡嘅鴨肉嘅淡嘅啦，個七貨店啦，啊也條個路邊嘅嗰種嘅從業推自助餐也條啦，佢也全部都保留咗嘅味。嗰時候啊，差唔多一系列都全部做樣嘅懷舊系列，因為嗰樣嘅東西哈，人客人嚟講嘅意思就講，看到嘅唔像係一隻模型，佢看到嘅係一隻故事，佢看到係佢頭擺嘅經歷過嘅嗰種嘅滋味，所以佢因為講啱嘅東西保留下來，我本佢有感通，唔係簡單單純講人哋看一隻模型嘅東西嘅感覺，嗰係一種動力啦，上個老佢講繼續咁做落去嘅嗰種一隻心情啦。嗰種啲模型帶來嘅唔單止係啲藝術品，同時嘛帶本廣東人自家嘅回憶。休息下喎，喺呢節目我哋為嗰度好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小節目來自愛登花蓮嘅秋正藝術家邱秀瓊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下嘅作品。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今年有帶來幾多作品嘛，吼，但是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譬如講我哋那個一啲算是香港嘅點心茶，吼，算嘛，吼，算點心茶地位，雖然有的有包圍啦，有的點心，其實每個材質都冇同樣，佢當初你用去模仿嘅嗰種材質咯，因為一方面我頭擺做飯店做過，所以我對師傅呢樣嘅東西哈，係就是食材嘅東西也意了解。我所有做嘅東西，我會看真件嘅東西去表現出來，包括人家講嘅嗰種嘅食材，像樣嘅小籠包也對哈，港式點心，包括做呀就飯也好，做呀就食嗰條魚啊，下講就好，一定要去看真實嘅東西。真實東西真有法度表現出來，佢用版型到按個真嘅東西來屬於後，本一看係係地講按出去做埋嘅東西。所以像按做食材嘅東西，除了佢嘅樣嘅按嚟做出來以外，佢嘅項目按嚟做起來，係嚟做起來看起來當好食。嚇，種真嘅東西人送出來樣嘅，所以一方面全部係應該講，你實際上對按嘅東西有了解，做起來東西才會慘。係因為嘅魚嘅，佢可能都辦嗰種鬼似嘅魚嘅啊，係嗰種，但是頭先先生有講到講，人家現來炒，嚇現體嘅食物來炒，但是你按樣做出有嗰種新鮮、嗰種鬼似嘅感覺，佢夫婦那樣人，嗰種感覺按樣去裝。佢有時是哈，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為一種人觀察力，那平常時愛對樣嘅東西，那把它給表現出來，你就實際上去攞真嘅東西，每一隻嘅素材全部會觀察到。比如講有條魚嘅有條像人講嘅嗰種絲木魚，佢都金色色嘅。跟人像那做像麻呢嗰種嘢，佢都係黏黏。啊，像個剝皮一樣嘅東西，佢就會較糟。嗰種嘅東西基本上唔可以先了解，講佢真實嘅東西嘅表現出來嘅樣乜嘢。你真有法度做嘅時候，用人嘅方法，用人嘅材料，然後加嗰種嘅濕土、亮土嚇嚟做出嚟，包括你做一盆花也同樣。嗰花唔係冇對食物本身冇認識嘅花，做出嚟嘅東西，咁樣嘅講，可能叫做冇生命力。
佢就會哦，佢就會搶人講嘅人造花。但是唔係有得去觀察，一片葉面樣嘅變，有個花瓣開家下有條係唔係按呢100%完美嘅東西嘅時候，你就會有個嗰種自然嘅嗰種嘅力量嚟去帶入去。佢本人看起來㗎，唔過做樣板式嘅。看的人其實會感覺講，佢會有個生命力在裏邊，將做啲老正經嘅東西表現出來。因為咁樣講，佢因為人做樣嘅東西唔係講當初唔係為咗去賣嘅，所以冇想講嚟投機取巧。你想老正經嘅東西嚇，它一表現出來，所以人做做家唔會計較到啊。所以我各項東西嚇，所以叫很多粘土，很多岩泥油工。嘅油工咧嚇，油工兩當時台灣應該從日本嗰邊傳過來嘅，就係你那個東西做到當油，所以那個東西呢，很多岩泥油工就係雖然按細，但是較全都會看，甚至你用放大鏡去看，你用那個手機嘅嚇，去放大看，就係看咧就講，哎呀唔係真嘅，哎我做起來按參咯，也都很多岩泥油工嘅精神啊，係。可是講到開始的時間，當初先生我開始去接觸到有個岩泥油工，你這個一開始都學，比如講米色啦、勞作、勞工啊，你嘅寫條出來嚇。我頭擺我會畫圖，我都講我唔可以做樣嘅岩泥嘅東西，岩泥油機都咁樣細家油去整件嘅岩泥真係教啊！一出到從飯店做到我40幾歲，我記得38、9歲嘅年，有一個朋友去泰國，看到路邊有人做樣嘅東西，影片係去興趣，我講東西因為按神奇，人家嚟就出嚟變一發出來，我尋到樣嘅材料，都出來這個試看下做，想到以後教啊，要冇想人想象嘅困難，因為家30多年前家台灣係冇人做樣嘅，家我就開始我就對植物，我本來我對樣嘅花啦、植物對啲東西都有興趣，我就從嗰邊開始走定佢樣嚟，從那個花樣一類摘下來，然後一片一片那個剪下來，再挖啲線咧出來，當從個黏嚟啲個打破落嚟，一片一片那個復原轉移，走佢個樣嘅，慢慢嚟那個做轉移個上石木。我第一擺做出來，咁我是感覺觸感講，哎呦，我用按強嘅東西，把它做樣嘅東西出來，就按樣一出，按樣去做到，拄好，加因為公司也有改做，按我試探人身體也開始看冇按好嘅，我卡就啱我冇向去姊妹咩，就想講夢啊就咁所以我就飯店咩加做台北啊，用飯店咩。工作那個時間，轉來發展專心嗰種嚟做一個生意，就想講樣個東西加台灣很忙，所以我就做自幹下嚟。加我哋朋友都想嚟講做飯店俾你按多錢，唔做樣現在樣個要咩講，大家就會買嘅東西。加我就想講都冇做唔抵啊，做幹下嚟，就樣個東西都加冇人做，結果一做下來就一下就做到一下做26年。可是等於如果嗰時就對啲飯店咧，然後因為一方面要照顧試探員，一方面嘛希望講一般有這個有興趣嘅東西，係咪一開始都可以變成一個另外一個工作啦吼。但是呢工作一開始有順利冇？一開始㗎，因為我做嘅像我做嘅嗰種岩泥嘅法就差唔多像真法安泰，所以家下呢，因為材料冇共樣，頭擺很多麵包花，但是我做很多仿真面，那個細工粘土花，就比頭擺嘅法個較幼，個較真。所以一開始做家雖然作品冇按到，我就減賣當多東西，因為我家因為有去泰國嘅嘛，我就會順便買一些泰國嘅手工藝品，就叫人賣。也真件係露天保佑啦，開始做就唔是講有一兩年講做到虧錢啦，就係呢有一些事業，就慢慢咧就留地步嘅，因為作品越來越多嘅，我也開始教學生嘅，所以東西越來越多以後呢，就變成我也嘅岩泥嘅作品，慢慢咧留我頭擺賣嘅東西嘅比例那裡穩定，就變到岩泥做越來越多，所以以後就差唔多幾間店就全部係做岩泥嘅作品為主嘅。
可是意思都更加哈，嗰原來嘅工作室都意思都更加。也都很有所經驗，因為都差唔多10多年前啊，要嗱我要開一間，因為我嘅頭擺嘅店向細間，嘅按細間嘅店吼，嘅呢批差唔多7、8年都黏嘅，所以都有機會呢，從個附近又都有啲朋友，也個有啲店嘅養出來，個店嘅提店也學，我就嗱我開在隔壁堂，做我一家10年嘅美術館，所以然後都係嗰邊。生啊煮嘅料理，啉咖啡，個空啊一條，底杯一條，我自家做嘅作品，係我大家欣賞。但是可以喺咖啡店都變成，如果無限嘅啊，可以話做，我哋講做料理，又要做咖啡，等於如果你自家創作嘅時間都越來越少嘅，你可以把它告訴。嘅有樣，因為我開始開咖啡店以後，我都無法度9年嘅。係啊係啊。因為一下慢慢咧無限以後呢。要愛做咖啡，要愛做料理，要服侍人客，嘅體力都差唔多呀，精神也差唔多。差唔多係啊。所以呀，我就想啊，呀，差唔多，自從嘅去年嚇，發展系統以後，發現其實也冇乜嘅驚喜，所以我想講啊，我就留頭擺嘅可以26年嘅工坊，中山嗰個工坊嚟結束嘅。腔啊，全部放到咖啡堂入邊啦，就恢復，因為這個設施也太啦，我想講嗬，也多一點時間嚟創作，也多一啲時間本去教人，本樣嘅東西做得有法度嗬，加減流傳下去，冇嗬，真嘅有一年啊，這個冇法度教人家嗬，啊，我建議小食體也以磨菜啦。咁其實按你講好，就是講，當初嘛喺印尼講，去擺泰國看到有個作品，喺度即個開始，即個摸索吼，即個學習，其實也喺26年之中咯，線上有嗰種即個印尼講，佢有印象嘅一個作品。其實按樣講，因為每一樣作品啊，就有用啊嘅心嘅真心度去做嘅。有啲人就會講啊，佢講，我人家東西要冇去買咯，嚇，因為有啲人會講，人家冇去買，佢也冇去買，跟人做嚟做乜嘅？我講唔係冇去買，講我本來買做嘅目的就唔係為咗愛買，所以唔講呢就係我親，我感覺親中意，我大家都同中意，我大家都唔攀得，因為佢有啲東西就係唯一嘅一件，也都係講係全世界唯一嘅一件啊，因為我個做也冇法度做到同樣嘅東西出嚟，而家嘅心情。啊，加嘅耐心做出來嘅東西，所以唔講我推背後先嘅東西嚇，我因為我定係嚇，如果你冇才嘅，當初係人講，那係控制係我親得意嘅東西啦。對，你講其實每一段時間，每一個作品對你來講，其實嘅時間都係佢花心思，嘛同時係佢有心思做嘅事情，我等於講。記錄幾時嘅一啲階段地位最重要嘅作品，好，每一啲階段每一啲作品都有自家嘅意思。冇辦法講，我係有那啲係特別咧，好特別有感情，特別有故事嘅。嗰時看到一片，我發現到莫其實小熊先生對以後嘅每一啲作品來講嘅話，一路係該用心去對待。休息下我下段節目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就望來自我哋花蓮嘅邱小松先生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講，而自家嘅作品地位，我傳達出無同樣嘅意思。我就想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其實每一啲階段地位有自家嘅每啲作品都係算是自家會花心思去做嘅，但是自家嘅做一嘅作品嘅時間，係咪有一啲階段一啲主題？做人嘅東西嚇，咁樣嚟講，都像啊打個比方嚟講，就好像神明公家，神明公講下咪講下嚟講嚇，你就會簽名去做。所以我做東西家，嗰種時候靈感一來家，我就同樣嘅東西我會日日做，按一每點做到我開業冇想去做嘅，我就會停下來，加咗人哋推價，推價睇以後嚇就。冇想我同意嘅，就會個加一餐嘅時間醞釀，個天意見都有乜嘅有咩都想我做㗎，就我看到
一个图片也好，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哎呀，那个法案讲，想要表现出来，刚刚就会又开始又开始去加，又开始那个发音做到那么想要做为止。所以一直给他们个东西就做起来个时间啊，灵感就冇同样。所以我都讲，你睇就咁講，你做個你冇買啦，個做就有嘅呀。我講個做就做唔出來，因為加嘅時間嘅靈感完全冇同樣嘅，氣氛就冇同樣。這段時間，你對一個主題如果有興趣，同時我去尋幾多資料，然後開始做一個主題相關的一個作品。譬如講花嘅話，如果可能會做幾多嘅無強嘅花草、無強嘅東西。啊，魚嘅話，因為基本上嘅現場有幾多無強嘅魚嘅啦下工嘛，吼，嗰時可能講，其實都可能係啲魚嘅無都可以生呢啲主題，你開始會去觀察無強嘅魚嘅形式，係也會色目，也會嗰種無強嘅嗰種走嘅時間，無都講所謂講10秒嘅時間嘛，吼，嗰時係啲安尼情形係咪？就講啊，然後他家介紹就講，按個東西你開始因為嗰種狀況㗎嚇，你就會想要嚟去表現出來。假如你在做案個是東西㗎，唔係動心情動快樂嘅，你就像細人去開始要去做一道玩具樣嘅，這樣嘅心情，所以你就會唔會感覺講做案現在當辛苦，你會感覺講哎呀當有耐心。你就不知不覺地做，你就慢慢的，你就會印象啊，那樣嘅表現，就會一直從頭做到尾，做到想嘅啊，差唔多嘅，要結束嘅，就有陣時像去花園去買到一盆花，哦，一花按撈按夾，佢買咗了以後，一看就一中意，我就講哪樣嘅留下一盆花，然後佢變到按色，然後佢永遠保存起來，好，佢就會。一種嘅講嘅靈感，嗰種係咪講其實每一種嘅歌唱地位，頭先先生講嘅靈感地位，其實如係咪有一啲技術，係唔即個技術上可以學習同突破的。當然做案嘅東西就係，你想講點樣嚟表現出來，係冇錯。但是有個東西你條本唔識做過。係啊。咁你要我法條就講啦，用乜嘅方法嚟去呈現出來。就講，像我大家講嘅，我做米粉，我條本唔識講。嘅米粉，那啲講嘅米粉，逐條那做油，做到強樣按油哦，你做唔到有條粗有條油係嘛？啊，你做到按呢個像鮮按，用奶做到鮮按，又唔會彈，又做到有點 Q， 又做到無強樣嘅成膜，做到而台幾排台嘅曬，喺建起來，啊，落去曬到半皺全皺嘅樣嘅。家人就會想講，我樣係用乜嘅方法嚟去呈現出來，佢就會係過程，呢個過程就會同吸引嘅所在最着迷的地方。不然會印象講，一都係同神奇嘅所在。係因為其實做節目一開始都見講，我一開始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先生對我哋講挑戰即個一件事情，其實係個有興趣嘅，因為一般嘅人接到安尼哦。他有錄用相片情形嘛？好，相片情形嘛，然後他有錄做出，冇錄講，真係錄做出，比如講西施嘅關嘛，吼，佢從頭到尾嘅色神全部同樣，吼，因為相片亂嚟戲嘛，都是那種哦柿子的橘色安尼，好，可是但是你其實現場頭都講冇樣啊，一開始削下來嘅，曬陰嘅、曬亮嘅，甚至又係要拍爽嘅，佢完全都冇同樣嘛。可是其實現場感覺到講，其實。最一個作品，你會對象是上喺一個歌唱地方，即個唔單去了解個無強嘅技術，甚至講去解決到無強嘅問題，一件事情係最上欣賞嘅。佢就會一種那種技術嘅提升啦，冇錯啊，嗰種咧就會按做案嘅原來是講地方一種嘅樂趣，啊，因為拼音冇人好教，係啊，唔能用白人講7家，愛7家教7家，係啊。啊，然後嚟留一嘅東西，攞佢都得呈現出來。因為咁嘅技術呢，冇人好教人，所以嚇，人7家就上家都7家教7家。佢都係挺神奇嘅。係啊，冇錯。因為我頭一開始都先喺想講，到底乜個東西係上欣賞，安尼一出行下去嘅一啲原因，其實喺個堂多入邊我都發現到過啊，其實老師喜歡的其實是在。學習做一啲作品裡面，你不斷的去改做一個過程，對，不斷的去挑戰新的技術，
唔但不断的去挑战新的那种触感，你怎么去用去完成？给唔讲个食物嘛吼，嗰种看风落嗰种感觉啦吼，等于讲你这个不断的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唔係讲不断的去重复。做同样一啲法错，你做幾多？因為頭一開始都講，我有冇攞嚟買嘢呢？一條法我有冇做幾多100種，然後其他拿去賣，你有冇每一啲作品都獨一無二？嗰時我後來發現到個原來其實欣賞呢一直樂此不疲嘅一啲人，一路真的睇下要挑戰自家嘅歌唱地位，其實係最快樂嘅。所以每看到我嘅作品唔係單樣，一般較專門嘅老師，佢可能做一樣嘅迄個嘅專長，啊，佢可能專門做法，專門做人工嘅，咁你可能大方都會嘗試去做，啊，我做法將會一直不斷嘅自我挑戰，咁樣嘅吼就會本來做得持續下去嘅原動力啦。因為頭先一開始我都想講，唔錯啊，老師欣賞一開始都有講到啊，你其實做嘅算是仿真畫嘛，太顯嘅嘛，佢很用嘅，又可以對太顯嘅仿真畫變成一個修身嘅一個藝術法。他以為都是做1比1胎嘅，跟人家看起來講也1中1，但是講呢啲價錢難貴，第一個我做嘅時間要當長，第三個就係因為講按太早叫辦也當麻煩，所以當時講，咁你用每樣東西做較細啲喎，我想係哦，我用我冇想到來做較細，所以家我就會參考講，有些人做修正嘅東西，咱可以是把東西慢慢的尺寸應變應色一個，看一人等一下。啊，買又唔會太貴，帶轉要當仿片，所以後邊嘅東西就差唔多全部都係走嗰種修正嘅路線。但是問題係對等比例突然能夠縮小來講，我發覺技術完全冇通用啊。一般的話做樣嘅縮小，其他都有一種都12比1，意思是24比1。但是因為我係很自由創作，所以你冇講你係有個幾比1，我講我冇做幾比1，比如我也做一隻。我做隻水果攤面，我做一隻嗰種嘅黃梨出來。我就算個黃梨旁邊，我放一隻蓮果，我放一隻蘋果。個蘋果，人哋影響地俾佢睇色，差唔多幾多嘅。就係這樣一隻落去做，所以做起來看起來順眼就好。因為唔係一隻修正嘅東西，唔係做一種嘅家具，要做一種建築物，所以唔是按對樣嘅方面太過苛求。冇錯。而家嘅作品亦唔單止係作品，嘅地方有幾多係，唔知佢要學習，可以觀察。最慢去解決，好去得到一個，我哋講觸感也好，無論講啊，等等嗰種色神嘛，好，其實我感覺到講，有所有嘅一啲歌唱地位，真係愛條記錄下啦。啊，下一班人當提供，唔單止係看到有作品，有同時啊嘛，有啲教材提供，有五皮，咁樣去呈現到嗰種哩哩曲曲啦，吼，看好啦，你佢厝嘅嗰種線，然後咁樣去上嘅色啊。老師有幾重要呢？有樣哈，像人講，哎呀，你用要發出來嘅嘅嗰種嘅表皮啊，就做到暗沉。冇錯。啊，嗰種嘅實在講，佢係誤打誤撞嘅嚇。有陣時就係你突然間尋到一隻工具，因為用我做起來暗沉。所以所有嘅東西哈，佢就有一隻製作嘅過程，嘅過程當然啦，很多的分享嘅話，嘅當然是今後一件事情啦。而你想講嘅譬如話，而家咪差唔多每30年啦，咁未來呢有乜想法？未來嘅想法吧，我都想講，按嘅東西做得記錄下來，今後就可以做得哈，有潛意識嘅增進，有想嘅傳承啊嘅樹葉嘅後生人，啊，有耐心嘅。做得讓我嘅手藝傳承下去，也係目前呢一隻希望，那我就會有方法做得記錄下來，用紙本也好，用電腦也好，規則嘅做東西、打好東西嘅製作過程，變成一種工具嘅感覺，佢唔係只是一個什麼暢銷嘅一個書，都得一個工具書用，都得傳承下去，也係我也目前都下一趟嘅想愛。做得那個呈現出來嘅想法啦。因為其實唔可能，你這個作品來講，你這個一啲作品來講，你這個就等於都行出嚟，能夠自成一派咯。好，自成一啲門派，同時嘛有這個一啲算是一條這個行嘅一條路嘅。嗰個其實我用把下門派，我都講你這個加有嘅技術，你這個也為30年來，你這個摸索的一個結果，真係去傳承下去，好可以把嗰多年有對也會有興趣嘅。
好嘛，可以真的家业也为的家庭或者家业嘅内同，真的感觉到佢重要啦。唔但是因为有些人看作品，底部嘅做法其实係佢重要嘅事情，对啊。所以啊，做一定有原因啦，哈，很有樣嘅想法，唔係多多有對方對人嘅東西有興趣，有樣嘅耐心當有法度。咁你發覺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見面看見面節目，感覺有興趣嘅話，按樣可以潛入去自信啊。唔做得出街去搜尋花草空間、花草空間、花草空間，洗雜師就做得潛到，有臉書，有面書，係，哦，你可以喺上面都潛到。所有嘅作品，他們全部有記錄喺地方，人家都說慢慢做嘅欣賞。看見面節目，咁多觀眾朋友真係對呀，要修正意識，我哋嘅小眾先生所作品有興趣嘅話，可以到而家花蓮，到而家一啲工作室裏邊、隔壁店裏邊看下嘅作品。今日感謝我哋小眾先生來到現場分享安子菜故事。只是主持人也對觀眾朋友大家哈有閒上來花蓮入邊哈多多指教。休息一下我得聽下啲先生來傾下圓通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